人生业界消息来看到，歌戏国宝杨丽花继续传承歌戏，伊嘛是头一个入去国家剧院搬大型歌戏的人。过去请真侪歌戏迷来到现场看戏，过去你若是无看到无打紧，即马这经典的戏剧为新历9月初10起，逐天暗时8点，咱台视拢特别加夜播出，要互杨丽花歌戏迷搁一摆来感受国宝杨丽花的魅力。 你敢会记得民国80年，国宝杨丽花头一届去国家戏剧院表演的情形？迄当阵真侪歌戏迷拢专工走去看，啊杨丽花嘛用伊国宝级的演技，互戏迷看好够开。搬三国英明的大将军吕布，杨丽花唔但演技真在爆，含服装、声音控制者音效嘛拢足要求的。可以尝试的，他都尽量让歌仔戏，从不可能到可能，而且甚至在这个可能里面，他还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下小娘名三票，但不敌应代尊姓大名。 落尾为着买互歌戏社团，国宝杨丽花专力咧杀歌戏的发展，搁一届去国家戏剧院表演。啊，这回搬的是牛山票甲祝英台同款造型轰动。啊，伊的徒弟啊，陈阿兰嘛讲，杨丽花伫歌戏的地位会这么重要，关键就是他的心心念念里面，因为拥有这3个字，所以他在做歌仔戏的时候。 我觉得很难超越他。精彩歌戏舞台剧的片段，为9月初10暗时8点，会特别伫台视播出。唔但互歌戏迷搁找到过去的回忆，嘛希望互传统戏剧歌戏伫观众的心内永远流传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